過嚟坦洲冇理由唔睇呢個盤喎。呢個樓盤號稱成個坦洲嘅交樓天花板，巴士站咧都做到同人哋唔同嘅，直達香港嘅巴士站，而且整咗一個帶冷氣、帶洗手間嘅候車室，非常之貼心啊！咁香港啲業主咧可以嚟呢度坐直通巴士，直接返到香港。嗱，呢邊咧成條街嘅商業咧已經全部開晒啦。呢度有個優勢就係老細全部嘅商業都係自持唔賣嘅，佢個業態咧係得到開發商嘅嚴格控制，入嚟嘅商鋪咧全部都係啲大品牌，經過嚴格嘅篩選先可以入嚟噶。嚟到14棟嘅大堂門口啦，我哋可以睇到啊，佢前邊有2棵羅漢松嘅，呢個羅漢松咧80萬一棵，係落咗抌咗重本打造嘅園林。佢咧入邊有兒童遊樂場啦，有啲潑水噴泉啦。咁咧我哋嚟到呢邊咧，可以睇到佢有比較整齊同埋高檔信報箱啦。平時收信啦，呢邊仲會有一啲台同凳，供業主休閒啦，同埋公共嘅洗手台、衛生間，呢啲咧都係其他小區係做唔到嘅。我哋依家睇到嘅就係14棟樓房嘅電梯出邊嘅公共位置。咁我哋呢邊咧係2梯3戶嘅戶型，一共咧有3個戶型啦，133、139同埋144平方嘅。我哋跟住落嚟咧就跟鏡頭嚟睇下144平方嘅戶型嘅構造啦。咁一入嚟嘅話咧，就會有一個好創新嘅防火實木門啦。佢嘅瓷磚咧係意大利嘅杜格拉斯啦，空調咧係日本嘅大金，油漆咧係美國嘅 PPG 健康環保大師漆，開關插座咧全部都係法國嘅施耐德啦，窗簾咧又係中國香港嘅萬麗蓮，全部都係啲國際嘅大牌啊！佢預留咗一個雙門冰箱位。同埋佢所有嘅膠標咧，全部都係啲國際嘅大品牌嚟嘅。好似廚櫃咧，用嘅係德國嘅百麗；廚電嘅話咧，係用嘅西門子嘅廚房3件套啦。淨水器咧都會送埋俾你嘅喎。同埋涼霸嘅話咧，我哋上邊嘅涼霸係平時保證我哋炒餸嘅時候啊，唔會覺得太熱啦，都係用嘅下嘅。玻璃趟門咧係用嘅德國嘅飛派，所以佢成個膠標嚟講咧，全部都係最頂級嘅一啲國際嘅品牌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嚟到個大廳，我哋可以睇到大廳咧係非常之闊落，而且係南北通透，兩邊嘅園林都可以睇得到嘅。而且咧，我哋嘅北園咧係耗資咗2000幾萬打造嘅。佢啲龍頭花灑全部用嘅係德國嘅高儀，面盤嘅話咧係用嘅德國杜拉維特啦，馬桶係用嘅維寶，淋浴門咧個趟門用嘅係德國嘅飛派，用料同樣都係非常之紮實，不愧係街景嘅樓王。呢邊咧可以作為一個公主房啦，或者我哋 BB 房。入嚟嘅話咧，呢度擺張1.5米嘅雙人床，完全都冇問題嘅。跟住咧，各擺個床頭櫃啦，呢邊可以打一個到頂嘅衣櫃。你睇個空間都係非常之闊落嘅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去睇下另外一間房。我哋可以睇到佢嘅面積咧都係非常之大嘅，而且有套間，咁樣咧朋友過嚟就唔會干擾到我哋正常嘅夫妻生活啦。跟住就係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咧呢個衣櫃咧都係交樓標準嚟嘅，都係送噶。咁咧到時呢邊嘅話可以直接睇到我哋咁靚嘅一個園區啦，係非常之闊落嘅呢個主人房。好啦，今次咧就帶大家睇咗呢邊14棟嘅樓王。點解叫做樓王呢？因為佢嘅景觀包括下邊嘅羅漢松啦，同埋佢嘅膠標啦，佢所有嘅一啲用嘅牌子啦，都係最好嘅。而且佢係喺成個3期嘅中間位置，唔會有出邊啲車流啊影響到。而且佢嘅品質咧都可以講係街景嘅最高嘅一個品質嚟嘅。即刻攞起電話 call 阿 Ben 帶你睇樓。